好，又同大家嚟到有成食品平價超市，同大家睇下呢期有啲咩抵買嘢先。呢款麥維他嘅餅乾薯片啊，煙熏烤肉味嘅，得賣緊5蚊有3包，除翻開個幾就已經有1包啦。另外呢款菠蘿肉果醬而家都係賣緊5蚊有1罐。呢款維他375而家都賣緊10蚊有3包，除翻開3個幾就已經有1包啦。另外呢款海底撈嘅自熱火鍋而家賣緊30蚊。另外呢款紳士牌雜錦果仁禮盒裝，一盒裡面有2罐嘅，同埋仲有一個玻璃杯，而家都係賣緊40蚊。另外呢款1 pack 裡面有多包嘅 Oreo 夾心餅，而家都係賣緊12蚊。呢款大包嘅利是芝士烤脆片，而家都賣12蚊。一盒裡面有多個嘅千層酥，而家都係賣緊13蚊。另外呢款桃蝦多，而家賣緊15蚊有2包。而呢款黃金薄脆餅呢，而家都賣緊5蚊有1包。呢款1 pack 裡面有多包嘅紫菜，而家都賣緊17個半。另外呢款明星炒麵賣緊10蚊有2盒，除翻開5蚊就已經1盒啦。啱晒用嚟做豆豉鯪魚油麥菜嘅豆豉鯪魚罐頭，而家都係賣10蚊有1罐。另外呢款雪韻朱古力而家都係賣緊12蚊有1盒。另外呢款1盒裏面有多包嘅消化餅，而家都係賣緊13蚊。而呢款樂天百力滋賣緊5蚊有1包。呢款真果粒士多啤梨係賣緊15蚊有2排，除翻開7個半就已經有1排啦。另外呢款大支嘅冷山茶黃，而家都係賣緊5蚊有1支。呢款邦德黑咖啡賣緊10蚊有4支，除翻開2個半就已經有1支啦。另外呢款比加超乳酸飲品係賣緊10蚊有5支，除翻開2蚊就已經有1支啦。而呢款午後山茶係賣緊4個半有1支。
另外呢款壁櫥鴨子香嘅荔枝茶，10蚊係有4支，除翻開2個半就已經有1支啦。呢款衝勁活力電解質運動飲品賣緊10蚊有4支，除翻開2個半就已經有1支啦。呢款1 pack 裡面有6罐嘅加多寶，而家都係賣18蚊，除翻開3蚊就已經有1罐啦。另外呢款1 pack 有6罐嘅檸檬青檸味嘅碳酸飲品，而家都賣15蚊1 pack。1 pack 裡面有6包高鈣低脂奶，而家都賣緊20蚊有一排。另外呢款咖啡而家都係賣緊6個半有一罐。